过4天就要投票。民众党总统候选人郭文哲9日一透早就伫台南展开规天的拜票行程，第一站先前往关庙三世经参拜，甲庙方代表做伙祈求风调雨顺、国泰民安。下晡则是来到政治色彩清冽的专题西来庵参拜，现场动算声不断。柯文哲动算，柯文哲动算，文哲。郭文哲伫台南拜票时阵，拄好拄到国家级警报传来中国发射卫星飞越南部消息。对此，郭文哲表示，请行政院甲国防部自行协调，系统以及通报 SOP 的订定。这个简讯里面呢是写说中国发射卫星，但是英文写 missile 是飞弹的意思。现在大家就说，是不是在制造恐慌？好，这个大概给行政院跟国防部他们自己去协调吧。那以后到底系统要怎么更改？还有一点，这种紧急事故，国防部通知行政院长的 SOP 应该怎么定？这他们要去。非常感谢。郭文哲来到台南扫街拜票。就连一向被认为是支持立行的庙宇西来庵，也是真接待，更是真正包装成功。有待后续的观察。记者张世伟采访报道。